年关特别高啊！警政署规划为期15天，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的工作。24号暗时10点，全台湾东部展开。其中每天伫警察局长方阳明陪同，前往永康分局主持轻情教育，并且颁发慰问金。会中除了提出警方针对治安、交通、甲民众安心等3大工作要点的简报以外，讲到酒后开车，认为已经忍无可忍，要求严格处理，保障市民安全。法院已经3读通过加强这个对于酒驾的刑责以及刑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的部分，还有民事责任的部分，包括罚金的提高，包括刑期的加重。甚至包括10年内累犯的这个公布姓名、照片我相信这个部分这个不是猎巫，也不是报复，实在是大家对于酒后驾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就上车为止。好。透过扩大灵感的宣誓行动，警方的人车发挥团队的精神，共齐出发，到每一个路检为治安、交通拍拼，声势庞大。随后，市长嘛伫警察局长甲守望相助大队长宋俊明陪同，前往已经成立19档的龙潭里守望相助队来慰劳大家辛劳，肯定因长期对治安的贡献，助力维系。热情活力。永保安康，龙潭里守望相支队，赞不赞？今日新闻，古文集采访报道。